現今片神韻小遊戲，為防騙徒埋身，請你協助錢爺爺同錢嫲嫲。騙案一：假冒政府部門。以下係電話錄音，我哋係社會福利處，你嘅長者生活津貼資料有錯誤，將會影響你之後嘅每月津貼。麻煩你喺信息之後講出你嘅姓名、身份證號碼、銀行戶口號碼及提款卡密碼等等，我哋會盡快處理你嘅個案。多謝。哎呀，我啲資料錯咗啲咩啊？咁我要快啲搞翻掂佢咯噃。請選擇一張正確嘅。飲茶小遊戲，做個精明老友記。呢度每籠點心嘅數騙案二：長者八達通騙案。喂，老友記，你俾我睇下你張八達通卡。唔得噃，你依張冇相啊，唔係個人八達通卡就冇長者2蚊乘車優惠噶啦。嗱，你好彩啦，今日撞到我識得上網搞喎，不如你俾你個人資料我，幫你即刻用手機上網申請啦。我唔識搞喎，點樣上網搞啊？嗱，我幫你啦。請選擇2張正確嘅問題解決卡。騙案3：猜猜我是誰。喂，邊位啊？阿媽，快啲嚟救我啊！
我俾人拉咗，救我啊！阿仔你點啊？呢位女士，呢度係北九龍重案組，你個仔懷疑幫人洗黑錢，而家俾我哋扣查。如果你想擔保佢，要俾現金5萬蚊。阿 Sir，我可以俾錢擔保佢，我要點做啊？你預備呢筆錢1個鐘頭後攞去北九龍仔公園交俾我哋嘅同事，我哋會盡快處理你個仔嘅案件。請選擇2張正確嘅問題解決卡。買餸小遊戲，理財有道就要精打細算。超市入面嘅食材，騙案4中獎短信。恭喜你啊！你得到超市禮券200蚊同抽獎機會啊！你只需要打開以下嘅連結登記，我哋就會即刻送你200蚊超市禮券，再將本短信轉發俾你親友，仲有機會抽到足金金幣啊！轉發得越多，中獎機會越大。原來有咁多着數啊！我都快啲轉發下俾人先。請選擇3張正確嘅問題解決卡。使用錦囊將會投資要小心。騙案5唱高散貨群組。喂，好彩我琴日有跟教主買入隻股票，唔使半日就賺咗2萬蚊啦！哎呀，最衰我琴日冇跟教主入市啦。教主今日又有新 tips 啊！嗰隻接火科技短期內會升2倍，大家趁依家個價位仲抵，快啲入貨啦！唔入就走寶噶啦！入咗貨就記得 cap 低個交易記錄放上 group， 一升到價，教主就會提醒你沽噶啦。請選擇3張正確嘅問題解決。投提防